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好房哥 Tony 啊！今日咧又帶大家嚟睇筍盤啦。咁睇咩筍盤咧？就係澳門氹仔嘅一個市中心。嗱，而家望到咧，成個就係賽馬場嘅位置，全屋向東南，3房2廁，1000幾尺噶，挨近1300尺嘅。咩價錢？嗱，真係抵買，真係抵買。先唔同大家講住嘅先，睇睇個戶型先。望翻入嚟個大廳，係一個好闊落嘅大廳嚟嘅，係咪？1275尺嘅建築面積，咁啊睇翻成個間距係好闊落。咁然之後呢個就係電視機位同梳化之間個位置一個視距啊，差唔多挨近5米嘅啦。食飯台喺嗰個位置可以做一個8人餐台。先睇睇一個廚房，廚房係一個東南窗，一個 U 型嘅設計，相當之企理下。見到佢個環境啊，各方面擺設方面咧都係好實用嘅。再嚟轉去睇睇個客房，一個又係東南窗，呢個係一個兒童房嚟噶啦。見到有成4尺半床，2門大衣櫃，仲有梳妝台，仍然空間係好充足。再嚟睇睇一個書房啦，咁啊書房日後可以變成一個叫做客房啦，仍然係行東南窗啊。雖然而家目前見到雜物多少少，但係如果你整理翻企理佢，仍然係好實用。再嚟轉去睇睇個客廁，咁啊客廁好四正嚇。成個屋嘅狀態係 OK 嘅，再嚟睇睇一個套廁，仍然係好企理。然之後望到呢個就係主人套房啦，仍然係東南窗，咁啊成個5尺大床，3門大衣櫃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咁你而家呢個單位咩價錢呢？500中啊，500中啊，真係你想上車就真係有買趁手啦。有鎖匙直接獨家，有興趣嘅隨時聯絡我好房哥 Tony，拜拜。